各位同學早晨，我哋一齊起立，一齊做早操。請注意同學之間嘅距離。我哋用照鏡子嘅方法去做，準備啦喎！上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右側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側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上前上後點拍點上點前點拍點上點前右前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左前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後2、3、4。